據第9屆管理委員會委員已經有投票結果，現在咧熒光幕顯示嘅就係票嘅結果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個結果係顯示咗咧每個候選人嘅個目嘅分數。顏色嘅總共黃色 highlight 咗嘅有12個候選人，咁亦即係較早前我哋交代過，根據最高得票率嗰12個候選人咧，就將會當選嘅。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咧1號房署代表沈家偉係得到票數係138924分，佢係當選成為其中一名嘅委員。第2位候選人係馮善樂，係民主嘅代表，得到84133分，亦都係當選成為委員。第3位係陳佩儀，得到43183分。第4位陳德欣，得到42313分。以上2位亦都係當選成為委員。程吊鳳鳴22392分嘅得到。咁第6名嘅候選人咧係周俊傑，佢得到41138分，咁係當選成為委員。第7號嘅候選人何正健得到22680分。8號候選人鄺禮健得到42688分，當選成為委員。9號候選人劉瑞芳得到41049分，當選成為第9屆嘅委員。10號候選人李金鳳22587分。11號李兆松得到22552分。12號候選人梁兆英得到24164分。13號李啟祥得到42823分，當選成為新一屆嘅委員。14號候選人凌漢堂得到22761分。15號候選人吳文得到38768分，當選成為委員。16號葉文得到21463分。17號候選人鮑叔得到21589分。18號曾源得到22263分，22263分。19號候選人黃清瑤得到42819分，當選成為新一屆委員。20號楊世平得到23218分。21號葉翠文得到41595分，當選成為委員。22號黃小美得到42677分，當選成為委員。呢次嘅議程嘅有效嘅總投票員份數係有184,959分，廢票數量係有6張，錯用投票書嘅數量有2張，有效投票有935張。以上就係議程嘅投票結果，恭喜當選第9屆管理委員會嘅委員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哋將會進入咧今日大會嘅議程6，議決第9屆管理委員會主席。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嘅規定咧，呢個議程亦都係同樣係根據相對多得票。